无人机啦，无人机这个说可以载重25公斤的农药然后还有什么发电机，还有其他设备一整套都要几十万的呢，厉害哦！你看不用人力很辛苦，但是用这个机器要50万呢，不是这一台就50万，是还有发电机，还有其他的设备，整套的啦厉害啊！你看这佃农自己就种了可能好几甲的水稻田所以自己买那个无人机来喷农药。他说等人家的都时间很难控制所以要自己买一台来。你看地上水面上起的阵的，连离那个都是农药呢，要保持距离远一点万一那个操作没有很熟练，很危险有来不易啊！喷那什么农药要对付福寿螺的啦，福寿螺后来插秧苗，机器插秧苗以后，福寿螺会吃掉秧苗所以要喷这个是对付福寿螺的。那个干旱的地上的南瓜幼苗要用袋子包好，要用绿色网袋包好，对付那个瓜牛。